大齋期默想系列第24天，4月1日，題目：效法基督。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們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穌，一心一口榮耀上帝，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。羅馬書15章第5至6節。保羅寫俾羅馬信徒嘅書信中，展現咗一個值得追求嘅理想，就係效法基督。咁點樣效法基督呢？我哋可以從兩個方向切入。第一係由內至外，第二係由外至內。由內至外意思指從基督嘅價值觀入手，透過認知、認同、認信三個歷程，使其融入靈魂深處。一旦價值觀根植於心，行為自然地流露出基督嘅樣式。每一個動作，每一句話，都能顯現出佢嘅精神同愛心。由外至內則與之相反，好似角色扮演咁，透過刻意嘅模仿同行動，隨時間推移，呢種外在嘅行為會反過嚟影響內在嘅價值觀，改變心靈。傳統上，品格嘅修養常以由內至外為主，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。然而，隨着對生命修養嘅深入理解，身體喺品性培育中扮演嘅重要角色越加受到重視。由外至內嘅方式亦逐漸顯露其價值。我哋嘅文化中常重視心靈高於身體，認為靈性先係更高貴嘅層次。然而喺希伯來文化中，身體與心靈係不可分割嘅整體，無高低之別。試諗下，若無健康嘅身體，點樣孕育一顆善良嘅心呢？古希臘戲劇中，演員藉由簡單嘅面具嚟轉化角色。一旦面具戴上，佢哋嘅言談舉止、性格氣質皆隨之轉變。有人甚至話，戴耐咗面具會融入面龐，成為自身嘅一部分。呢個正正係由外至內嘅最佳例證。長時間扮演某個角色，即使戲劇結束之後，內在嘅信念同特質早已被呢個過程無聲無息地內化。面對效法基督呢一個神聖嘅呼召，你會選擇邊種方式呢？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對你嚟講，咩係真正嘅效法基督呢？第二，喺你嘅靈修生活中，你曾試過邊啲實踐，使你更能效法基督呢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感謝你謙卑降世，成為一個真實嘅人，並喺一生中全心全意遵行上主嘅旨意，為我哋樹立咗忠信嘅榜樣。我祈求你嘅幫助，使你嘅形象深印於我嘅心，成為我效法嘅標杆，讓我嘅生命得以榮耀你。阿門。